教具释文第53集。51集，咱讲过即字“厝”前往的意思。现代语可能就改写即字“厝”，或者读“蛇”，甲“酒蛇”的“蛇”共音。即集来补充几字读“蛇”的字。蛇教育部写即字，真是万能的教育部。消失的“失”舞出3个意思，阁有代表接棒的“夹蛇”安尼写啦。阁有走纸讲安尼写啦，正经是助养兼错乱。走纸古典台语在讲的，有年岁人拢知的古典台语，咱爱甲学起来。啥物是走纸？中文讲是助养，闽南语讲是走精，或者是写走精。精是乐器，演奏会灯弹算是演奏走精啦。走纸为字形来看，走了偏差，走甲偏差，字典一直解说袂清楚的。老一辈用闽南语一读就知的意思，祖先留予咱的文化瑰宝。夹蛇是接棒，消失甲棒哪有关系呢？真奇怪吧？造物周遭的造，白音读蛇。啥物是蛇？先用手语来认捌现代人较好理解的蛇。看到布，想到甲缝有关系，尚无较自然一寡，是吧？有两种蛇，第一种的蛇就是相接的部分，相接就是夹，或者读夹。夹蛇就是需要相接的即蛇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买蛇，真重要的买蛇，是吧？做衫若无做即种买蛇，穿无几届就会稀去，就会离去，所以真重要。若无夹蛇就无路用，无算完成一个物品。啥物是夹？换用现代水库仔来解说，边缘一定爱反折加厚，或者是甲平相接，就爱拍夹嘛，等于即字夹，一定爱有加强的夹，才袂入去。为字形来看，即字夹中头中高，本意是高头甲高平加强用的夹蛇。衫嘛共款，一定爱有夹蛇。衫的夹蛇就是车缝边，若无做出即种加强用的夹蛇，拢算是未完成的，或者是无效的，所以讲是无夹蛇。造两字为何有共字频？造的白音读蛇，字形是中促中造，本意是猪只伫食槽周围推挤抢食，所以意思就有造物周遭。阁有计数单位的回，第几逝头一逝啦，做一回就是走一逝，逝一逝。即逝来去日本佚佗，会使写即字逝。整理一下，甲祖先有关系古字厝意思前往也，令即字厝流行起来，古字的厝就废啊。看古册有时即字嘛读厝，蛇的音令即字蛇流行起来时，古字的蛇就少人用啊。夹蛇当然毋是安尼写，咱写夹蛇。无较蛇即句的读音有寡走精，正确应该是无夹蛇，就是无加强的夹蛇，就算还未完成，就是无路用。走纸是古典台语的走精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